发生人伦悲剧，一个84岁阿婶涉嫌举刀啊，甲伊91岁相依为命的阿姊害死。劳工团体大游行提诉求，要求政府对劳保、劳退甲退休给付进行改革，保障劳工。并生育率，国发会主委叶准宪表示，0到6岁国家做伙市，无排除扩大政策。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曹鑫。台南发生人伦悲剧，一个84岁阿婶，伊涉嫌举刀啊，甲伊91岁的阿姊害死。当地里长讲哦，姊妹啊2个人拢无结婚，相依为命10多冬，有甲因2人通报做独居老人。市府表示讲，这是老人照顾老人的案例。亲友有伫咧4月27申请长照服务，也加长工就完成评估，要来安排人员甲因斗3工，哪会知影讲未符协助，就发生危险的代志。门口有封锁线，涉嫌杀人的84岁姓叶的妇人人，和法院裁定收押，因为伊涉嫌伫离尾案举刀害死家己91岁亲大姊。姐姐出来走动的时候也是蛮开朗的。美工孙工也抱怨啊，是上面被叶姓女子涉嫌持刀割划其胞姐颈部，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不治。全案经检察官讯问后，依杀人罪申请羁押，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警方2到透早接到报案赶来引导，大姊已经死亡。厝边听到消息拢正意外，因为迄天看起来拢正正常。当地里长讲，死者之前拢是一个人大，10多年前体力愈来愈歹，伊小妹才搬来甲伊做伙大，2个拢无结婚，相依为命10几冬，甲因2个拢通报独居老人。其中主要照顾者是84岁小妹，里内面虽然有日照中心，不过死者较掂无爱麻烦别人，外界资源较无法度介入，也因为因名下拢有财产，无领社会福利补助。做艰苦的艰苦，2个姊妹天天走到这样子，真的做艰苦。尤其是妹妹现在要受到法律制裁。4月27日向本局申请长照服务，那本局的照管专员呢，在4月28日完成评估，那评估为长照需要等级第7级，为中重度失能。那卫生局将积极安排长照服务，然而当晚就发生本次的新闻事件。市府讲，这件案件是老人告老人的案例，因亲戚朋友伫4月27甲市府申请长照服务，真紧就审结通过。所伫咧长照服务进前发生意外，市府也真唔甘，希望市民先用长照服务专线，或者是相关的管道咨询长照、失智照护等相关协助，也看情形要求援助，或者是透过专业团队斗相共消透照顾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好，民间团体表示讲，咱台湾是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即马囡仔个生少，老人照顾老人是会愈来愈普遍，就建议政府要来推动全民长照的教育，嘛呼吁照顾者要加利用地处急症照护的服务来减轻负担。也卫福部是强调讲哦，全国家庭照顾者的这个支持据点。拢总有191搭，会来加强服务的资源、甲支持的措施，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2023年，台北市80多岁阿嬷林老玲子，翕示伊照顾超过半世纪的激动到心脏后生，被判刑2年6个月有期徒刑确定。好佳在总统大清德进前宣布特赦，免拄法家来执行，但长照悲歌并无直接结束。根据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统计，2018到2024年7年拢总发生62件长照杀人的案件。民间团体和学者建议讲，政府应该对家庭照顾者有独立的评估需求和支持机制。当小偷照顾者压力，我看着你受苦，可是我并没有能力减轻你的痛苦。当被照顾者本身不堪病痛而有求死意念的时候，所以这个通常是他们本身来讲，觉得是压力负荷最大的一个情况。所谓有身障跌倒风险的崩溃家庭能够有一些这个就诊的记录，然后呢就能够做
红色警戒。民团表示讲，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加上少子女化的现象，老照顾会变作常态。建议长照3.0应该同步推动全民长照教育，因为传统社会是过度强调爱有效，厝内人必须要承担照顾责任，无想要麻烦外口的人。长期安尼颠倒有潜在的风险，而且呼吁照顾者善用载体急症照护服务。或是另外是行动无方便的，伫厝内当接受诊疗，唔免一直走病院。是比较属于脆弱家庭的部分，可能我们还会转介社安网这边的体系来去做社工进一步的一些追踪访视。卫福部强调，目前全国家庭照顾者支持据点拢总有191个，会当提供个别的资讯、照顾技巧的指导、电话关怀、情绪的支持，和团体服务等支持性服务。未来嘛会持续公布服务资源，强化家庭支持的策略，避免长照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劳动节连假第一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有回升，敢若一寡所在有了来落雨。这个好天爱把握，因为对礼拜开始，也就是连假的上尾一天。今年第一阵黄霜雨的方面到位，时到西部会来落雨，北部会降温。天气真好，富江渔港内面人吵。连假的第一天，记得到咱所有游客一透早就来坐船。玩去钓鱼。是趁着连假去吗？对，趁小朋友就是放假的时候一起去蓝屿玩。这一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开始回升，敢若一寡所在阁有小可降雨。假期的前2天天气是真好、真稳定，不过对初3暗时开始锋面通过，接落来东北季风增强，受到迄天暗时中部以北、东北部和东部先转凉。中部以北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各地可能都有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发生的机会。我的锋面通过时间还有雨势，可能还是一些不确定性。周日晚上到周二，相对而言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时候。这是今年第一波黄霜雨的方面，连假了后，雨区扩大，天气无稳定，感受是湿湿凉凉，会持续到初6后礼拜3。各道路况的部分，连假第一天出游的车潮出现啊。各3北区沿高系统、各一机场系统，含各一湖口路段车拢真多。按照连假第2天，公告往北会持续车多，下晡开始启动北向高行载。国五宜兰到坪林呢，从下午1点到深夜也都有拥塞的状况。另外，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实施高承载管制。初二连假第2天，公路局预告一寡省道主要干道、接国道的路段和观光风景区4、5里的路段，对早起开始就会出现车潮。建议过路人出发进前爱先查路况，闪开尖峰时段和路段。西部国道客运伫拜6阁有超过6成的位，东部国道客运嘛阁有要8成的位，鼓励大家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嘛，美国的马铃薯甲美国土豆进口的议题是引起讨论。总统赖清德今日是去到农业大官婚礼，伊强调政府未来牺牲农民的权益甲个人的健康。出价马铃薯未进口，也美国土豆比袂过咱本土种的。总统赖清德早起来到岛南镇农会，甲模范妈妈博感情。伊全部用台语致辞讲话。伫全台马铃薯上段产地，伊讲台湾唔惊外国竞争，毋过上惊谣言。伊讲谣言大部分对话传来，像是最近引发议论的讲政府要进口美国发价马铃薯。美国的马铃薯发价出来，还佫会当入来，这拢没啊，这拢是谣言。咱即摆真严呢。咱即摆是100%的这个进口的马铃薯，若有发价哦，一粒一粒检查，若有发价，咱就甲摕落去，咱无牺牲国民的健康。赖总统讲，台美谈判结果比日本、韩国较好，影响更加大的规划，对美甲汕头拢无退让。政府无放弃任何产业，也让马铃薯、乌丁菜毒素议题，卫福部已经讲，若发现某一批次有发价，就检验其他马铃薯。专家讲，其实发价马铃薯，若是乌丁菜毒素偏悬，并未污染其他也未发价马铃薯。因为它龙葵碱是内生的一个植物碱啊，它是不会传染的。甲乌丁菜毒素比起来，学者更加关心进口马铃薯所使用的发芽、抑制剂含气泡酚农药一种。台湾的残留标准甲国际上款30 ppm， 也搁后面认定伊是可疑的致癌物，加上保护在地产业禁用，学者认为气泡酚的毒性比乌丁菜毒素较悬。处理来看，克服那比龙葵碱毒很多了，但是因为它残留的量还算少，
所以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了。如果民众担心的话，处理马铃薯的时候就要把它去。今日开放美国进口土豆免关税，和婚姻馆长张连先接见灭农。拜访婚姻的罗总统指出，美国进口是无壳的，冷冻而且放的时间较长，伊的芳开无度甲台湾的土豆比，伊认为免烦恼进口土豆。记者综合报道。也讲到国防特别预算也卡伫咧立法院，国民党因家己都超袂平。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讲啊，智库会当有建议。毋过，袂当算是党办，伊批评3800亿加恩无经过党团的决议，就互那赢党中央加批评加反击，讲相关的制度即个运作早就已经固定落来。也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是话讲，美国应该爱伫传习会进前，赶紧公布第2波的军购即个法计书。也行政院长对英台强调讲，爱赶紧的是行政院版本的1.25条。因为军购版本意见无同，国民党副主席桂林连点名立法院长韩国瑜，讲要开除伊的党籍。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批评党中央，也质疑智库的建议毋是党办，上尾也是由党团决定。国民党中央崔一案发清理新闻稿反击赵少康武断，强调3800亿加恩的版本有党办加党团决议办的相同正当性，急急如律令啊，然后呢发了一个签字文啊，来这个挑战我，来向我宣战哈！我还是很坚持啊，郑主席必须要对纪凌莲做出处置。但也党内对军购的风波也未煞，民众党团也家己提版本，党主席黄国昌希望美国方面赶紧公布第2波法计书，今日会当过讨论调整。最现实、最好的方法，不正是美国政府赶快宣布第2波军购的内容跟项目吗？而不是说好像刻意的要把它压到川习会之后。我们需要回归理性讨论，那接受正院版的版本对台湾的国防最有利。另外，立委希望调下麦国拖，支持行政院无拍一个版本。行政院长杜英泰出夜13马祖海巡听写重建工程，重申1.25条版本，包括建立台湾之盾，引入高科技 AI 技术，形成结实链，发展本土产业，提升国防自主等3大部分，每一项拢袂让欠。很希望立法院能够看看行政院所编列的这些预算当中，我们3大拼图、7大类别，全数的来合理的审议。Taiwan will lose a lot of trust, I think, with others if they don't provide for their own defense, and not just a partial.diluted version。访问台湾的美国海军退将麦克斯都德曼提出警告，讲若台湾的国防无够强大，可能会互中国认定是采取侵略性行动的时机。就伫杜英泰视察马祖的时阵，国防部真许强军出动歼10、歼16、无人机等28台次强机，其中15台次飞过海峡中线，配合强南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时机点正敏感。记者综合报道。好，传习会要伫咧5月中来举办，就有美国退休的军人表示讲哦，台湾上好爱伫传习会进前通过即个国防预算，安尼才对台湾较有利。也美军4月底甲日本、澳洲、加拿大这国家扩大伫菲律宾的年度军演，5个国家踮南海是出动11架军舰，专家都认为讲，这是咧应对中国的威胁。对巴拉望岛海岸发射海马斯提供轨迹系统，美国4月底伫菲律宾扩大，号名叫做“金甲小马”的年度军演，动员1.7万人，日本、澳洲、加拿大等7个国家拢参与，数量是创纪录。其中5个国家伫南海出动11架军舰演习的期间，菲律宾的媒体报道，菲律宾的海军侦测到中国4架海军舰、2架海警船加3架的飞行器。The governments, both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do see an increasing threat. Coming from China or from the PRC, and are seeing a greater need to coordinate a little bit mor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ir maritime forces. And we're seeing that now with some of the recent exercises. So even if Taiwan is not directly involved, it's still connected to concerns over a crisis over Taiwan. 台湾面对中国军事威胁，5角大厦前亚太助理部长 Gregson 表示，国军应该整合科技人力，提升战力。不过，真烦恼美军即马拢把武力的重心放伫中东。As we reduce defense assets in Korea, as we reduce forces in Japan and send them out there, it raises at some level
the possibility of another conflict emerging, only this time in Asia. A conflict that breaks out anywhere in Asia is going to quickly be everywhere. 刚一场演讲内底，天国的海军少将 Montgomery 指出，台湾的国防预算已经无量上搁再拖山，若是到传习会进前也未通过，台湾唔是伫岛顶，是伫美纽内底。You do not have the luxury of delaying your defense budget 6-7 months like you're doing. These parties have to get off their backside, get an agreement, and get it done. And if they were smart, they'd get it done before May 14th. They'd get it done before about May 7th, because that's about when the talking points are going to get ready for the president for his meeting with Xi on May 14th. 伫川普第一任内出任国防部东亚事部副助理部长的 Klink 也甲台湾的媒体讲，国防预算要伫传习会进前通过，那无就是放弃手头剩的好牌。5月中传习会进前，台湾的国防预算敢会当过关，华府是非常的关注。公司国际记者彭主持美国华府报道。也中国唔那甲非洲国家施压，《纽时报》报讲，中国一直利用网络攻击收买政界的人士，要求咱伫咧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爱甲咱台湾断交。咱外交部表示讲，巴拉圭总统贝尼亚5月初7会访问台湾，2个月访伊真稳定。好讲到传习会伫咧5月中来举办。中国外交部王毅就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昨暗有先通电话，也王毅就讲哦，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上大风险。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唔但是压缩咱方参加国际组织的机会，也一直恶咱的友邦。纽约时报报道，台湾伫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怎啊面临中国利用对当地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乌西政界人士等手段，对巴国施加压力，叫因甲台湾断交。不过外交部证实，巴拉圭总统贝尼亚5月初7将第2遍访问台湾，进行第1遍国事访问。赖总统将于5月8日以隆重军礼欢迎。国宴款待以及颁赠彩玉大勋章，以表彰贝尼亚总统对台巴两国邦谊的贡献。外交部讲，台巴建交69年，双方邦谊正稳固，台海局势国际拢正注意。中国外长王毅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伫传习会进前4月30通电话。中国央视报道，王毅伫电话内面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上大风险点。不过，美国国务卿到即马也未对双方通话内容发布重点说明。Over the past year.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月29日伫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证书2027年国防预算书面报告内面讲到，川普政府想要甲中国建立稳定和平的关系，也讲无想要改变台湾现主席状况。伫听证会上，伊也强调，会互中国看到美军不容置疑的战略。We're rebuilding a military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be proud of. One that instills nothing less than unrelenting fear in our adversaries and the utmost confidence in our allies. We fight to win in every scenario. 学者认为，美国是伫传习会进前放出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只要无威胁包括台湾等周边国家，就能共同创造和平的关系，也叫中国莫单方面改变台海现主席状况。不要做去威胁其他的一个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台湾或者说菲律宾，我们大家就可以维持和平了嘛，维持过去基本基调嘛，不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学者讲，川普第2任到即马也未亲嘴讲出一个中国政策，伫传习会是毋是会讲到？若是讲到会安怎讲是观察的重点。因我也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甲中国的一中原则概念无相同。美国对台海的立场也是伫维持现主席状况的范围内面。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学校最近接着着贼头，警方就抓到一个19岁少年家，伊日是趁学生离开教室去到别位上课，就入去教室甲人偷摕钱，拢总有3间学校60个学生来受害，其中伫咧园林有1间高职34个学生损失4万3，这个损失上介济，也这个贼头已经向医生发办。监视器翕到一位穿黑衫的男性行入去校园的走廊，趁学生无伫教室，甲人册包卡绑的物件摕走。伊并不是校内学生，是校园偷偷的查拉布。从比较就转角的那些栏杆啊，比较缝隙穿进来这样。溜进来就对了。彰化这位19岁姓罗男性，趁学生出去上课，对校园无人注意的一个栏杆入去国中内底。只要看到教室无锁门，就入去偷物件。无1点钟，导4个班级24位学生受害。当下的隔天，我们升旗时间，我们就立刻的宣布
说不论室外课怎么样，就一律门窗啊，一律都要关好，然后有什么贵重的物品，请随身携带好。行政单位就会加强在下课时间或者是上课时间都有安排，轮值的老师去巡逻。除了彰化市这间国中，另外一间高职也有2位学生的财物甲拿个现金，互人偷去。另外，伫湾林市是有一间高职有34位学生受害，共偷走43000块。3间学校累计有60位学生共偷物件。鲁姓青年于学校非开放时间进入学校，在无人上课的教室内大肆收刮财物，后经所有遭窃财物的学生家长委由校方提出告诉。那本所在26日已通知鲁姓犯嫌到案说明。警方除了做专案小组侦办，根据监视器甲姓罗男性通知到案，也函送彰化地检署侦办。不过嫌犯信后交保，学生是惊讲会阁犯案，四边的民众阁较烦恼，校园遮简单就互外人闯入去，安全是出问题。教育处表示，除了要求各校加强巡检，警方也会伫校园四边加巡逻。记者综合报道。看到花莲个案，有民众的乌多摆哦停伫咧徛街对面的空地，结果有6台乌多摆即个插锁式的空啊，去互人用链架封起来。警方已经有掌握嫌犯，也即个嫌犯敢是因为有纠纷才安尼做？警方正咧调查。电检翕到透早7点半，一个附近人摕扫帚计影要扫涂骹，毋过伊偷偷挖进机车后壁，毋知影伫咧车的下头附近咧创啥物，一直到车主透早8点20分才发现乌多摆的锁匙孔去互人管黏糊啊加。要上班的时候，就是发现他的钥匙插不进去，家有3部车停在那里，还要换另外一部，发现另外一部也不能，也插不进去。后来又来拿第3部的钥匙去插，第3部的钥匙也插不进去。这件代志是伫咧顶个月29发生的，伫咧花莲甲安乡北冲3家的住户，甲警方报案，机车停伫咧主体对面的空地啊，刷起有人挑伊股灌黏糊啊加，规排乌多摆拢总有6台算灯，其中报案的人就占4台。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过滤的比对，目前已经掌握1名犯嫌涉有重嫌，后续将通知犯嫌到案说明以利厘清犯案的动机跟原因。警方调查涉案的人其实嘛住附近，是毋是甲被害人有纠纷，犹阁伫咧厘清。毋过这件代志是告诉那一轮，目前被害车主有3个无愿意提出告诉，敢若强调停车位是停伫咧空厝头前空地啊，无影响到出入。记者综合报道。警消报案的专线毋好乌白卡，那么人员的负担会真重。新北去年110的受理超过163万通，也119一档就接50多万通，所有未少是挑工来创治，是乌白报案。新北市消防局的统计，对2023年到去年这种乌白报案的电话，大约是39万多通，真济是牵涉未成年、精神有各样，也是讲较公用电话，这是真歹对查。地处讲处罚的案件，干那33000通。救护员紧急出动，要赶去救场救人，因为有人拍球昏倒，无喘气心跳。你刚刚突然呼吸心跳停止，是你的朋友帮你救回来的。这件紧急救护案件发生在新北市棒球，我刚才是做伙拍球的朋友来急救，人才救大。电话不会挂断，我会陪你们到救护车到，电话才会挂断。电完继续压，不要停，加油哈！你们做得很好哈。伫咧救护队来进前，119接电话的人，电话无切断，那按打报案人的情绪，那教伊做 CPR。不过，伫咧处理突发事件这个同时，新北市的119专线也接到真侪无效电话。有一些打来，他就是比较胡言乱语，就只是想跟你讲话的，讲一讲就挂掉了。有的最近有常常打来说，我手机坏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出去，可是他就可以打来119。119的话务量每年拢有50多万通，不过无效电话真多，自112年到去年统计就有39万通。不过这个那33000通会硬发，因为真多是未成年人、精神疾病或者是用公用电话卡查无人。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现实面的问题嘛，就是看怎么取舍嘛。
比方说，你开法以后，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处理民众的诉愿，那你可能就会去容许现在的可以接受的状态。因为新北市1亿控的报案量，去年受理超过163万件，其中26万外件是塑料、测试或者是资讯不完整的案件。把一些可能是骚扰的一些电话，能够初步的透过智能的一个部分去做处理，这个也是警察局跟消防局同时在做的一件事情。乱用专线，唔那是浪费消防加警察的资源，就惊讲会影响紧急案件，错失黄金救援时间。相关单位讲，即马规划要用 AI 智慧系统等方式，改善维护量伤多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劳动节，劳工团体办大游行，提出诉求，要求政府爱对劳保、劳退、甲退休的给付等等8大项落去解决，也保障劳工甲劳工食老以后的生活。和劳动部回应，讲会谨慎来评估。今仔日是5月初1，也就是劳动节，所以讲由数十个工会团体和 NGO 团体组成的5亿行动联盟呢，伫咧遮来举办大游行。那今年的诉求总共是有8项哦，就是包括讲咱劳工朋友上届关心的退休制度相关解决。诉求包括增加退休给付、夜间劳保等项，嘛要甲劳退薪资雇主提交率夜间到12%等等。劳团认为通膨加薪的问题普遍，加上全球产业的转型，失业风险是增加。目前的制度无通保障劳工食老以后的生活。叫我们从口袋里面自提拨这件事呢，对劳工来讲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我们要的是政府应该要落实他当年的承诺，真正的照顾劳工朋友，把薪资提拨到12%。劳保的投保薪资现在最高的接近45800，这个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已经10年没有再提升了哦。所以我们在今天要求政府、劳动部应该要把15800元的最高薪的提拨的金额提高到48200。台湾人口老化、劳动结构改变，亲像营造建设当照，真侪工课拢着靠1工到3工。有劳团认为，1工对台湾产业有真侪贡献，看护工、家事劳工、甲义工等等，拢应该爱有社会保险甲劳退的保障。政府嘛应当减轻家庭雇主的负担。照顾老人、照顾病人，这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和压力不应该被强加在个别家庭的雇主身上。所以我们要求，在看护工纳入劳保的同时，政府应至少补助到50%。今年5月劳工大游行，唔那台北、高雄也有串联行动，拢总是上万人上街路。那劳动部是回应讲，针对劳工退休金甲劳保制度会谨慎评估，对兼顾保险财务甲劳工权益的原则进一步检讨，嘛会强化到是移工的基本权益保障。记者卢尚如、郑准佑、柯庆俊台北、高雄报道。中英航空修改服装的规定，开放空服员挂目镜会使穿黑色皮鞋、较舒适的鞋仔。也工会是肯定新措施有顾到空服员的健康。中英航空内部公告讲，即日起开放客舱组员一群时会使挂目镜，也会使家己选买黑色的便鞋。企业工会肯定，这对组员的工作上健康有正面帮助。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要求空服员的脚应该要有更健康、更舒适的对待。开放空服员在客舱可以着黑色皮质，有携带的便鞋。然后，其实对空服员来讲是一个很突破性的进步。近半年来，国际航空陆续修改服装的规定。华航首先对去年12月开放客舱组员挂目镜，今年一月起特群是会使穿运动便鞋。虎航的组员今年起也会使挂目镜来特群。新武航空组员原本就会使穿面对为特群，若目睭无爽快，无度到运行目镜时，也会使挂目镜合群。我们希望就是这是一个开始，然后更多元的方式去前进啊。因为毕竟我们空服员的专业不只是在鞋子或是仪容这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在安全。空服工会认为，组员处伫环境打扫机舱，伊阁需要长时间徛咧工作，国际上早就是放松服装来确保路权。就以邻近的日本航空为例，去年11月就开放穿运动鞋，也正是企业宣传影片的一部分。有航空培训机构分析，欧美国家对组员定位主要是运输安全，甚至要航空公司允准组员免化妆，无亲像亚洲地区过去会甲组员看作是企业形象门面。
在亚洲不是只有台湾的，就是亚洲国家的航空公司认为这个空服员呢，它是本身航空公司品牌的延伸，所以它整个的完整妆容、高端形象，还有服务仪呢，都是航空公司非常注重的。也则讲，放宽护送的规定，符合提升陆港的权益。按照近年来流行时装，也正是行正式护送配运动鞋。航空公司多好也伫个形象甲路线内底，会用符合着。记者综合报道。今麦咱台湾囝生少正做国安问题，国发会主委叶春宪就表示，0到6岁国家做伙持一项政策，会来扩大办理囝生育率。也总统赖清德指出讲加强企业托育的新制是已经正式实施，由用家会当顺利来请，也家庭照顾家会当按点钟请，就是要让爸爸妈妈上班，嘛会当减轻育囝的负担。台湾出生率全球上低，少囝儿怀问题真严重。去年2025年新生儿的人数敢若107000多人，创史上新低。根据国发会的推估，到2025年，台湾总人口数会减半，那个无到1200万人，已经变作国安危机。立委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南韩的经验，自从2024年推出延长照顾囡仔家企业生育补助免税价政策，生育率阁开始起来啊。双亲如果共同请育婴假的时候，全薪补助从3个月提升到6个月，那育婴假的总时间从1年可以提升到1.5年，然后他们还有赋予企业的义务跟奖励。最近应该那个府院会有一个比较更进一步的那一个关于0到6岁或者甚至0到18岁国家一起养这个部分，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出来。国发会主委叶俊宪表示讲，府院最近会宣布重大政策，无排除扩大0到6岁国家做伙车养，甚至有可能适用年岁会阁有春秋。整体新措施较外南韩的政策，对这民间团体认为讲，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俗价优质而且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务，含友善的工课场环境和劳动条件，打造友善的照顾囡仔环境。今年劳动部虽然有适度的放宽，育婴假请领可以弹性化，以日为单位来请领，但是只有30天。民间团体强调，对政府正改版的0到6岁国家做伙车养是乐观其成，而且建议比较北欧国家的有薪水的照顾囡仔假，会当以点钟做单位来使用。总统赖清德伫劳动节即天伫面册发文表示讲，劳动部推动的强化企业托育新制已经正式上路，照顾囡仔老天会当以日做单位来请假，家庭照顾假会当以点钟来请，互有在做工课的父母减轻负担。记者综合报道。5月7日，今仔日开始报税，早起都有超过15万件来完成。也今年有5大减税措施，包括讲基本的生活费起来到21万3，当照特别扣除额提悬来到18万。不过也是有不少民众讲啥物拢去万项都贵。虽然讲有减税办法，不过这个通货膨胀实在伤过厉害，生活压力真正大。在车内底买菜人算盘跌个真响，因为5月就要报税，爱阁交一笔钱。今年政府也推5大减税措施，包含基本生活费提悬到21万3，减税利息129亿，当照特别扣除额提悬到18万，减税利息差不多10亿，也有学龄前幼儿特别扣除额扩大年费，人工城市医疗费立即扣除放零，加赈灾基金会专案关钱用立即扣除。那但是问题是，外面的便当就是1年比1年，甚至半年就涨一次啊，你也没办法，还是要吃啊。通膨其实不用报税，平常就很有感的啊。就是跟去年其实差不多的，怎么说？就是没有，其实民生消费是上涨的，那可是我们薪资没有上涨。那说像你讲的，它的税负无感啊。不少人烦恼减税措施早就互通膨怪收入去根本无感觉，各网友试算，一年收入60到80万，要达到中产阶级标准，1万爱到7000到1万7的税金，加上每个月食饭交通过路费顶3万，每个月敢能欠2万，怨叹是中产阶级。我们都要等到通膨就较上一次调整，然后已经累积达到3%。那我们才会去调整那些金额。那另外就会是我们在调整金额的时候，也只有就是大概5、6项的金额，
它会跟着通货膨胀调整。税法在制度上面的设计，要减轻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租税负担，那它其实是永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学者解说，税制内底免税额、扣除额是固定金额，会互通膨先一步食掉，亲像115年报税，虽超关基本生活费，不过一般人的税额甲扣除额早就比21万3较济，所以根本是无感觉。建议全面检讨制度，包含降低调整砍斩者的限制，才会对着时代。记者综合报道。5月开始，台湾的热浪这个用电会开始上。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就预告讲，今年夏季暗时用电的量会超过3800万千瓦，这可能会创下新高的纪录。詹文生就强调讲，台电今年预告讲会增加4部这个燃气的机组来到发电，保证夏季暗时这个备转用量会当维持7%。百货公司内底铁门开一半，内底暗暗，顶面的电火甲电视拢无反应。管理人员赶紧来到现场看卖。电器类的那些整个都大跳电了，当然一定会正在出餐吃饭时间呢。其实蛮开心的，因为可以休息一下。5月7日劳动节连假，台北市台铁美丽华中昼11点要开门啊，雄雄发现馆内停电啊，包含本馆地下1楼美食街到隔壁用馆，尾仔伫中昼12点16分电来啊，引起食饭的人客议论。如果要逃生的话，可能会比较，就出去不知道怎么出去这样。对此，台电讲主因是捷运桥时间无细腻，造成地下电线故障，超过1000户停电，已经转送复电。不过天气一天比一天较热，5月开始台湾进入热天用电的高峰期。台电即阵有估，今年暗时占风负债达到3853万千瓦，可能创下新高的纪录。因为台电有计，今年会有兴达新的小天然气23号机，甲台中新的12号机，总共4部机组陆续来上线。这个进度，兴达新的3号机，也有台中新的2号机也完成点火，预计会有总装电用量达到520万千瓦的机组，同时投入气运转工作，并联发电来比肩。那现在5月就可以开始这个开始试运转的话，是比预定的工期呢是比较提早的哈。大概对于电力的供给的部分呢，可以增加大概6个百分点。学者认为台电赶紧加入2部小天然气机组，若顺利运转，拄好可以补到最无够的部分。不过，另外注意产业发电若真旺，用电量超过5基的问题。因为天然气供给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全台湾的燃煤的占比只能够维持在34%，跟去年度35%差不多。同时，还是要在节能方面来讲话，多强化。台电讲，今年供电情势对台电来讲是相对稳定，暗时尖峰备转用量率也挂保证维持7%。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在面对化石燃料冲击时，再生能源更加是攻击这边短期内会使发挥作用的方法。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全面规划盘算相关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2大珍贵的保育类珠江红蝶，甲台湾跨尾红蝶，这几冬因为气候变迁，甲因的生态地风破坏，因的生存面临考验。也政府就甲学者跨国合作，甲日本做伙拼保育。伫南市特有的保育类物种珠江上红蝶，色水敢若是金属同款金丝丝，是个下半部是黄色的。今年4月，台师大生科系研究团队甲日本学者去南市进行保育的工作。不过学者讲，珠江上红蝶的生态拄到正大的考验。因为根据文献，很久以前的兰屿的珠江赏凤蝶是很多的，那现在变得相当的少。那它的遗传背景有没有好比说多样性变少啊？然后它就会遗传僵化啊，那威胁它的生存。因为珠江上红蝶的虫只敢若食一种草，港口马兜铃。这种草的分布正散，而且栖地破碎，造成因的数量愈来愈少。这么因虽然被列做保育类的物种，不过就要积极提供因食的草啊，甲栖地完整性，才能让整体生态系永续。珠江凤蝶它常常会因为台风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变迁，它物种数量就慢慢的变少，所以这都是我们比较忧心的。另外，伫新郑五峰乡的白兰部落，相关学界甲当地部落合作，为台湾看尾红蝶种40丛台湾茶树栽，也有几多种蜜源植物，总共370丛树花，希望会当增加台湾看尾红蝶族群的生存机会，也有扩大因栖地范围。它减少原因其实就跟茶树非常有关系，因为森林的演替
其实它就是会慢慢被其他的树种取代，让宽尾凤蝶可以继续的话，其实就是要维持它树的一个生长状况良好这样子。机关处讲，台湾看尾凤蝶是国家公园指标性的物种，因为有虫只敢食台湾插树。不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甲车地劣化影响，只敢伫咧宜兰太平山较容易看到这款蝴蝶。希望会当改善甲增加车地，互因的族群会当永续并行。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艺术节对今日开始，也即马市府世界上世件的手机游戏皮克敏来合作推出散步竞会行程，有设8点，互民众来挑战任务。也都有旅行社业者上阵上机，组团去嘉义佚佗一天，请真侪人去报名。拍开手机电动，开始散步竞会。2026嘉义艺术节假日天堂的手机电动皮克敏合作会。针对美术馆、博物馆、文创园区等8个所在，设计城市任务，要透过即马事件的手机电动，带动在地文化观光。我们这次有8个不同的景点的合作，从文创园区、美术馆，还有我们的中央第一商场，然后宿舍区，然后文学馆，一直到我们卡诺棒球场，总共串联8个景点。那重点是希望透过皮克敏这个手游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嘉义市的文物的景点。由旅行社看准即届活动，推出包车来嘉义一天的行程，嘛真抢市。5月7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嘉义市内就出现真侪专工来参加活动的民众。嘉义这边车真的蛮多的，找车位还找了一阵子，然后结果下车要排队的时候，结果发现排超长的，绕了一圈，就到这边附近还没排队就已经说发完了。我们还有住宿，明天才有回去。早上5点半从新北莺歌出发，来到这里7点半了。博物馆文创园区那边很吸引我，因为文创园区还有很多市集可以逛。嘉义市文化局表示，这届配合艺术节的活动，用手机电动来推展在地观光，暗算要成100万人次来到嘉义市，希望推广在地文化建筑，嘛带动观光的产值。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单车伫咧2000年出世，也一个少年家即马踮伫咧国家太空中心食头路。了单车伊阁有一个身份，台文作家。伊出版《鸟语书兰谈》是台文第一本长篇科幻小说。伫国家太空中心食头路大厦读政治系甲地理系单车，是2000年出世的少年家。单车是伊本名。顶一日出版头一本台文长篇科幻小说《鸟语书兰谈》。即马伊加一个身份是台文作家。女工家也未考倒转来，心中一步进马，倒手口插对伊的顶八卦。小说主角身份，生成都有一种会当知影气运好歹的感应力，所借助各方势力争夺对象，血战就安尼开始。伊讲知影有台语文了后，反倒想无家己是安怎毋写。写台文对伊来讲，毋是一种坚持，颠倒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做自然的嘛，你想看嘛，咱的阿公阿嬷，迄当阵的人大部分拢毋捌字，嘛无法度写字嘛。到咱的年代有这个资源，迄原来是咱家己的语言，共款是咱的物件，是安那无去写的。若渴望以台文意识的，是高中的时听到台文作家地顺聪的演讲。地顺聪老师来讲，我知影有台语文这个代志。到尾啊，我家己大学搁去看，搁去读了单类的乡数簿记，我知影讲，好世间就是有台语文，而且台语文学会当写了遐尼水。地顺聪形容单车是新台文怪物，因为伊写的台语科幻小说已经无华语气加塑胶味，而且佫有家己的气味甲风格。甲叫做新台文怪物啦，哎呀，伊一个出手就是拍破咱进前吼，即轻轻，你足骨来拍拼去想足侪代，结果伊足侪代志就是感觉伊足轻轻松松，足少年就拍破。地顺聪讲，透过遮济台语文学新进的拍拼业绩，新世代创作者有真杂牌台文背底，会当用速结精准的台文创作，嘛毋望因会当用文字混看台文文学的路。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来关心中东局势，美国媒体报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准备计划对伊朗强力攻击，无排除用强的来逼伊朗伫咧核武的基地让步，也伊朗是呛美国，讲会互美军进入去波斯湾的海底，互即马中东局势遮尔紧张。国际油价搁再起，布兰特原油上关是已经起到1桶126块美金。
为着让谈判有进展，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针对伊朗定短期、搁真有力的打击计划，想要让德黑兰伫核武议题让步。伊朗相关领导人穆吉塔巴对此透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批评美国甲以色列自2月出兵以来，一直干涉波斯湾的安全。伊当嘅警告，若美国继续起抗，进入波斯湾的海底，会是美军唯一的下场。ما با همسایگانمان در پهنه‌یابی خلیج فارس و دریای عمان هم سرنوشت هستیم و بیگانگانی که از هزاران کیلومتر دورتر طمعکارانه در آن شرارت می‌کنند جایی در آن ندارند مگر در قعر آبهایش。战争地区全球的能源明美，合作海峡已经关2个月，切断全球大约20%油甲天然气的供应。波兰的原油价格一时是冲到每一桶126美金。创下4年外以来的新高，专家烦恼，若美国甲伊朗无法度达成停火协议，伊的计划可能真去会挑战2008年创下的历史纪录，对全球的交通、运输甲物价产生剧烈的连锁冲击。The prices today have hit a 4-year high, and oil is trading at over $125 per barrel. Just to put it in context a little bit, we are only $20 away from prices, record high prices we've seen in 2008. 因那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搁再碰北约的盟友，一生伫社群平台发文，叫德国总理梅尼祖卖插英仔书，专心处理因家己能源甲移民的问题，卖来干涉美国消除伊朗核武威胁的行动。川普受访时，搁直接讲，因为意大利甲西班牙伫军事援助是完全无帮助，伊当考虑甲驻守伫这2国的美军叫回来。Yeah, probably. Yeah, I probably will. Why should I? Look. Why shouldn't I? Italy has not been of any help to us, and Spain has been horrible, absolutely horrible. It's NATO. 另外，中国外交部2月搁再向伊朗境内的公民警示，这是对2月底开战进程第2届发布警示，时间点引发国际社会真关注。即马战火还未冻点，能源甲通货膨胀压力愈来愈严重，中东局势伫未来几礼拜发展会继续影响全球的政治甲经济。国际新闻第一任编译。根据缅甸官方媒体报道，2021年前国务资政翁山苏姬因为军事政变被逼落台，去互判刑关押。讲军政府已经下令改伫指定的徛家，甲翁山苏姬软禁。不过，翁山苏姬的后生甲顾问是真怀疑哦，讲唔知影翁山苏姬伊到底是生也是死。ဒေါ်အောင်ဆန်းစုကြည်အားရာဇဝတ်ကျင့်ထုံးဥပဒေပုံမှ941ပုံမှခွဲ1အရ၎င်းကြခံရန်ကြံရှိတဲ့ပြည်ထံများကိုတတ်မှတ်ထားတဲ့နေအိမ်မှာဆက်လက်ကြခံစေရန်ပြောင်းလဲတတ်မှတ်ပေးလိုက်ကြောင်းသိရှိရပါတယ်ရှင်。对这项消息，联合国表示欢迎，认为讲这会当帮助缅甸和国际社会顶来相连。We appreciate the commutation of Aung San Suu Kyi to a so-called house arrest and a designated residence. It is a meaningful step towards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a credible political process. 当年领导缅甸民主运动的翁山苏姬，在2015年大选赢了后，对2016年开始担任国务资政，变做缅甸的领导人。但是在2021年的军事政变内面，互推翻，而且互判33年的有期徒刑。虽然5冬外来是真侪摆得到减刑，但摆含伊做伙关伫加国的政治幕僚讲，加国的环境真歹，年岁真大的翁山苏姬。健康和性命都互人真烦恼。翁山苏姬做党政领袖的期间，捌3摆访问北京，会见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捌以国务资政的身份来接待习近平访问缅甸。但是中国和缅甸军政府的往来是更较密切。对外界问对翁山苏姬转软禁的看法，中国无回应重点。昂山素季女士是中国的老朋友，我们一直关心她的情况。作为友好邻邦，中方支持缅甸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甸各方实现更广泛、更牢固、更持久的和平和解。自从翁山苏姬去坐监了后，唯一一个公开影像是2022年翕的，和缅甸军政府的官员面对面坐落来的相片。翁山苏姬的后生金阿里斯认为讲，这张相片完全无意义，因为包括家属和律师几年来，拢无法度和翁山苏姬联络，更加无法度判断翁山苏姬感觉偌例。外界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军政府的公关策略，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因改成已经走向民主的姿态。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
看到英国伦敦市中心的滑铁卢广场，伫咧4月29日是出现一座真大型的这个人像的雕塑。新毕的街头艺术家班克西就证实讲，这是伊的作品。这些人像雕塑哦，咱会当看到讲，伊是去护机啊，看到面应该是看无，不过伊呢也是大步向前行的款。就互认为讲呢，是伫咧讽刺盲目的爱国主义，这是引起讨论。伦敦滑铁卢广场3站有真侪人来遮，要亲目睭看街头艺术家班克西上新的作品。这个雕塑是一个穿西装、看起来敢若正气查甫人，下大步向前行，一只脚已经下出地座，掩过面和伊手举的旗样黄掉的，唔知影头前已经无路通行，考试政治的意味真高。Bad blind nationalism leading us collectively off the cliff. And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the United Kingdom,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all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There's these wars going on. And that sense of blind nationalism, it's leading us off a cliff, it's killing us. 雕像在所在滑铁卢广场有19世纪帝国主义加军事霸权的气氛，边仔有爱德华7世加南丁格尔的雕像，还有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这个雕塑加现代政治的涵果加传统英雄主义的象征抗做伙，是班克西上典型的批判风格，互看到的人启发真侪想法。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flag's over his face. Maybe to do with the politics going on at the moment. Yeah. Not embarrassed about it. Yeah, that's my perception of it anyway. Yeah. 班克西常常用模仿作品创作，伊的作品伫全世界拢有出现过，用考试政治、战争加社会议题出名。因为伊真实的身份到即马也无人知。这边团队伫咧离高透早，甲雕塑运到矿场，将建筑安装好势。欢喜的粉丝又几工了，班克西伫社群媒体证实，确实是伊的作品。吸引更较侪人来遮看，负责管理这个地区的西敏市议会，赶紧甲雕像的边仔围起来。因讲真欢喜的让伫咧西敏市看到班克西上新的雕塑作品，或者丰富的公共艺术景观，增加更加侪活力。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来关心明仔载气温。北部地区20度至30度。中部地区21度至31度，南部地区22度至33度，南部地区20度至28度，外岛地区17度至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